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1，诗篇51篇，就在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。三个来祈祷，甲阮创造清气的心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无比圣洁、全然公义的上帝。你赏赐阮对你来的活气，互阮成做有灵的活人，阁互阮对天顶来的智慧，来伫生活中分别善恶，也受你的教示甲引带。来行伫你示阮的路，主啊，愿属你的儿女，要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用疼来救赎阮，赎回阮。主啊，阮知家己的过失，阮的罪恶不时伫阮的目睭前。主啊，阮伫舞台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主啊，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